嗱，我哋繼續頒獎環節，跟住落嚟呢個獎項咧係非常特別㗎。由7月20號到8月9號呢，全球嘅粉絲們一齊投票俾佢哋心愛嘅 K artist 去選出呢一個獎項。因為係粉絲們親自票選嘅藝人，所以意義非凡嘅。Global K artist 得獎者係，我哋睇下，恭喜晒 Evan！ 由全世界粉絲親自選出嘅本年度最閃耀 K artist， 恭喜 Evan 以壓倒性票數奪得 Global K artist 嘅榮耀。大家好，我是 Evan。哦 ，TIMA 啊，能拿到这么有意义的 Global K Artist 奖项啊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我会一直努力。成为更好的 Evan， 谢谢大家 ，Evan， 我爱你們。再次恭喜 Evan， 我哋會期待你往後嘅活動。